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波牧师。今天我们要读的是连结基督救恩的家谱。我们要读路德记第4章21到22节。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。那时敬畏上主的人彼此谈论，上主留意听他们的话，在他面前有一卷纪念册，记载着敬畏并遵从上主之人的名字。马拉基书3章16节。有一位牧师病得很严重，快要去世之时，一位年轻的牧师前来探望他，要不要我为您念一段经文呢？年轻的牧师问奄奄一息的老牧师，老牧师他虚弱地点点头。年轻牧师问，有没有哪段经文是您所喜爱的呢？我念给你听。老牧师缓缓地说，你能念历代志上第1章给我听吗？于是这位年轻的牧师就开始念。亚当生赛特，赛特生以挪士，以挪士生该南，该南生马勒列，马勒列生亚列，亚列生以诺，以诺生马土撒拉，马土撒拉生拉麦，拉麦生挪亚，挪亚生了3个儿子，闪、含、雅弗。年轻牧师仔细来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念着这历代志上第1章的家谱，每个名字他都小心而准确地发音，不敢马虎。这一章有54节，共有250个人的名字。老牧师很仔细听着每一个名字。当年轻牧师念完，老牧师熟切地说阿们。接着他对年轻牧师说，谢谢你孩子，我觉得很舒服很安慰。这个年轻的牧师就觉得很困惑，他就问老牧师，为什么呢？这只是一堆人的名字啊，他能够给您什么安慰呢？老牧师他半闭着眼睛回答，你想想，上帝知道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呢，所以他一定不会忘记我叫什么名字。老牧师他安心地说，上帝的选民常常忘记上主的交代，没有信守他们跟上主所立的约，也未谨守遵行上主的律例典章。他们不仅忽略、疏忽，甚至欺骗上帝。然而，这位上主留意每一个敬畏他的人，也必永远纪念他们。今天我们看到这2节经文所记载的名字，特别是提到耶西和大卫，重点是告诉我们俄贝德的出生，是为要成全上帝救赎的计划。圣经为什么要记载他们在家谱中呢？上帝的圣灵仿佛在这里提醒我们，人的一生真正的评价
不是世人知不知道我们是谁，不是世人知不知道我们有什么丰功伟业，我们成就了什么样的大事呢？人真正的评价是上主纪念他，上主知道他，认识他。这一小段的家谱是要帮助我们能够明白，路德记不是单单在士师的那个年代一段老少配的爱情故事，路德记也不是一个从悲剧转换成喜剧的美丽故事。路德记乃是提醒我们，有一个故事是与上主永远的旨意有关系的。为什么这一段的家谱要连到马太福音第1章耶稣基督的家谱呢？它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哦，我们这个人在生活中的顺服、舍己，你的爱心、你的谦卑，都能够让我们在上主永远的旨意里面，与基督、与教会有密切的连结关系。路德记他一开始就提醒我们，这个故事发生在士师的年代当中还特别提到他玛，是在告诉我们，在那个充满了罪恶、失败的这个时代，还是有希望的今天如果你到中东去，你会看到许许多多悲惨的故事，你会看到许许多多像拿俄米这样无助的人。重要的不是这些人的故事，重要的乃是上主借着这一卷书，他要我们看见他是怎样的神。他是一位信实的主，信实的上帝。今天呢，我们无论活在多么黑暗的时代里，无论我们的遭遇是多么的没有希望，只要我们相信一件事情，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，这一切都要改变。当主耶稣在荣耀中再来的时候，这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国。在那个事情发生之前，每个时代的儿女在这当中都会有一次对主忠心的人，能够使用这些对主忠心的人，一步一步来预备主的道路，并把我们引进这君王和弥赛亚国度的一个降临。俄贝德成为当时候的人的一个祝福的管道，俄贝德也成为今天我们蒙福的一个管道。因为俄贝德它使我们今天可以连结到基督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如果谦卑顺服，我们能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将来有一天我们在永恒的当中，也要有人来称我们是有福的，因为我们在预备主的道路，能够把基督的再来带到这个世界。我们来默想，上主是纪念他百姓的上帝，他必不忘记那些敬畏他的人，并为他的子民来预备救恩。所以我们来思想一下你的名字是否在这其中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愿我们能够常常纪念你是何等的慈悲、怜悯与爱心的神，让我们永不忘记
因为我们这一些堕落的子民，居然有可能成为俄贝德，做你的仆人，成为给这黑暗罪恶世代祝福的管道。感谢主耶稣，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哦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最终回转，成为上主忠心的仆人，与施恩这世人的管道。谢谢你给我们有这个机会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哦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